讲到核能的问题，转来看台湾核三敢要停放，这个拜六要公投。朝野立委今仔日去屏东视察核三厂停放的安全状况。不过，这朝野立委伫咧现场意见无共，讨论无共识。另外，屏东县长周春美透早带在地农渔业甲观光产业的代表，伫咧路口举反对排野，表达立场。周春美嘛认为，这立委伫咧公投进前视察并无妥当。 简单讲，今天的考察没有办法看到核断层啊。今天的好了，我们再这样讲下去会没完没了了。三党的立委无对答，每一位讲煞，另外一位就随便反驳，看起来无共识。离核三停放公投阁剩3天，今仔20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召委教育军亲身到屏东恒春考察核三厂，立委因先听核三机组以林业现况的报告以及安全维护说明，了后会入去核三厂厂区视察，看线才做综合讨论。 那但是我们还是要替屏东人讲话。目前核废料的问题，还有核能安全的问题，在还没有确认之前，我想大家应该审慎思考，让人民更了解说这个核三就是要延役的重要性。我们相关现场的人力以及状况，现场的状况，在平时在除役前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其他来关心关注的地方？核三重启不同意。 今仔日透早7点半，屏东县长周春美就率领农渔业以及观光的代表，徛伫屏东市的大路口，举着无同意的牌仔，向要去上班的过路人拍招呼。对立委带队伫要公投的进前到核三厂视察，周春美感觉安尼并无适当。不应该在823的公投之前，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定论。 立委入去厂区了后，核三厂的大门口聚集袂少的当地居民抗议，大声发出反对的声音。核三厂的保全随赶紧到门口戒备，因为公投的时间愈来愈晚，开始有紧张的气氛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